咱继续来关心这南韩的政治风波。讲到这南韩执政党国民力量党，因的党魁韩东勋今仔日伫咧国会最高委员会紧急会议，讲因的总统尹锡悦爱暂停职务，理由是伊真有可能搁再出现这极端的行为。另外一方面呢，这军事将领坐5开始小连续去到国会接受质询，针对着二度戒严的讲法，这代理国防部长的副部长今仔日伫记者会就强调，这拢毋是事实。 国民力量党的党主席韩东勋前一天态度还阁真坚定，对外表示，为着卖互政局搁较乱，会用规个党的力量，甲尹锡悦的弹劾按查落来。不过初六的时阵，态度煞向改变。伫国会最高委员会紧急会议，伊讲总统尹锡悦应该要暂停履行伊的职务，理由是有可能会搁一届出现极端的行为，到时会对国家甲人民造成真大的危害。 새로이 드러나고 있는 사실 등을 감안할 때. 대한민국과 국민을 지키기 위해서 윤석열 대통령의 조속한 직무 집행 정지가 필요하다고 판단합니다. 另外一方面，军事将领为初5开始去国防委员会接受议员的质询，去向指派做戒严司令的陆军参谋总长鲍安珠，伊讲伊对尹锡悦戒严的计划是唔知头唔知尾。也那代理国防部长职务的副部长金成浩，伊讲伊是看新闻才知影发布戒严令，抑个讲并无分称指予军队。 예, 제가 특전사령관한테 확인했고 특전사령관으로부터 들은 답은 실탄 지급은 없었다고 들었습니다. 针对民权团体军队人权中心初六对外表示，有接到阿兵哥的密报，讲有几个部队收到可能会有特殊调集行动的命令，而且开始限制休假。推荐国会弹劾尹锡悦的表决，若是无通过，可能会第2届发布戒严令，请民众都要持续保持警戒。针对这件代志，金成浩讲，这并不是事实，而且佫进一步强调讲，就算有这件代志，军方嘛袂照咧做。 也若初3迄暗执行戒严令，带领军队去国会阻挡议员进入议事厅的陆军特种部队指挥官郭忠金，伫国防委员会共同民主党议员鲍成元甲金炳洲的YouTube直播。伊讲伊是伫戒严令发布进前的20分钟，接到国防部长金良宪的命令，叫伊去甲议员为国会内底甲拖出来。不过伊并无照咧做，因为伊知影这明显是违法。 南韩中央日报有一篇标题号做“戒严是安怎无演变做修逆之春”的分析报道指出。 2000年了后出世的戒严部队，真明显甲1980年代了后出世的是真无相像。面对顶时无合理的指令，这个少年的阿兵哥心内拢会采取较保留的态度，甚至会表现出因继续执行。也那甲激新党的议员李俊锡，伊伫 CBS 广播节目表示，伫戒严的迄一暗，伊甲包围伫咧国会外口的军警大声喊，讲议员是要去做工课，安尼甲因主动干掉，会当真明显感受到这个军队无搁大家向硬。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。